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要教大家是亲子律动，同小人呢同下来运动哦，增加亲子感情哦，同向小人同下运动来保持伊人的健康。我叶片的小朋友阿金，叶片的小朋友阿恒。请小朋友还有呢大朋友放起来，团来做运动的哟。好，来开始让步，来做一个暖身，个有精神哦。脚牙高，好，加上踏步、踏并。踏并，轻松来哟。手不用放松，身体不用放松，团来同下来做运动。好，加上手，拍手。过来让步，快！合起来，打口来。骨爬了，身侧，手不用松。手自然摆动就好了。手甩上去哦。嘿嘿，跳嘿。跳起，好，腳打開來，慢慢的緊跳，下來，好，彎片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弯片，好，开始来做主运动的哦。好，来跑步，小跑步。1、2、3、4，跳。1、2、3、4，跳2下。1、2、3、4，跳2下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勾脚。勾脚，腳腳放來哦。我也好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。加上5個數來數，分片。2個哦。好，来跑步，弯片跑，再变弯片，好，跑步，滚滚着，跑步，滚一滚。好，跑步也好，来转一个眼看，好 ，Go，
好，弯片正一的仰看 ，Go Go Go， 好玩呀吗？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的哦。小跑步来，跳，小跑步，从边跳，小跑步，好听的动作，叫叫，叫叫。加上五个数，整批数来数。跑步来，跑步，滚滚车。跑步，滚一滚，很好。转看哦，转你的眼看来哦。正一看，Go， 弯片正来，正一看，很棒，来，注意哈，开始流汗了吼，来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缓和一下哦。接下来从头开始哦。好，弓箭步压一压，記得咯，唔好把腳一伸出來打出來哦。好，腳放來，腳放來，背浪打出。来弯片弓箭步，后勾脚，加油哦！好，过来，那从头开始哦。整批开始。跑，跳，漂亮哈！好，勾脚咯，勾脚，加上数两勾。好，跑步咯。跑步，滚滚车。转个圆圈 ，Go Go Go， 来转一个呀，看，弯片转来，好玩呀么？嘿嘿，跳起。嘿嘿，来哦，加一百哦，加油哦，汗滴流出来哦，整批开始，跳，越来越熟嘅哦，很松来哦。好，勾腳腳腳，兩呢，加上數，數，好，跑步來，跑滾滾。转眼看那转一的呀，看，弯片，啊，嘿嘿，
有弹上来吗？来，再来，嘻嘻，跳起打口了，嘻嘻，跳起，跳弯腰，准备数，刚冲了哟。弯撇，好，慢慢的过来。1米100来呼吸，准备好来腾上来，准备开始小跑步，来左边跳，高脚，狗狗。数，跑步准备，滚滚，跑跑跑，转移的眼看 ，Go Go Go， 弯片。好，起，跳起，好，小朋友来，好，小朋友来，那好玩呀吗？好玩呀哈，记得来哈，好好运动，下次能来了。